首先咧想多謝今日嘅主持用普通話介紹下，因為其實都請大家原諒我嘅廣東話可能唔係咁標準啦。咁因為我本身係自己係北京人，但係咧尊重每一個投資嘅地方嘅文化同埋語言咧，係我哋海航一貫嘅傳承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希望我哋員工落嚟香港之後咧，努力真係學習廣東話啦。咁海航咧係一間真係比較後生啲嘅企業，只得20幾年嘅歷史。咁佢最初發展嗰時咧，只得2000萬左右嘅人仔嘅資產，咁變成今年有超過1200幾億嘅人仔嘅資產，世界500強，200幾嘅一間世界嘅公司。咁我哋都覺得呢20幾年係我哋覺得係一個 amazing 嘅嘢。咁我哋落嚟香港咧都只得3年嘅時間，落嚟香港嘅上市公司。咁之前咧大家唔係咁了解海航集團，可能一部分香港人知道我哋嘅一啲資產，包括香港航空啦，同埋康泰旅行社啦。呢啲係全部都係我哋嘅子公司。咁未來咧，我哋就希望我哋用越嚟越多嘅上市公司嘅投資，俾大家了解多啲。可能近排咧，大家都會聽到我哋關於對面嗰個啟德嘅嗰塊地嘅投資。咁將來啦，我估應該都會越嚟越多嘅睇到聽到海航呢個名，就係香港越嚟越多嘅出現嘅次數啦。咁當然我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在座各位個公司嘅領導啦，咁可以有更多嘅交流嘅機會啦，合作嘅機會啦。咁多謝大家，唔該。謝謝徐總，非常感謝。